鹰眼又为什么能成为复联的初代成员呢？除了过人的谋略与战术之外，最亮眼的应该是他那些脑洞大开的箭头了。而在鹰眼的专属剧集中，他又将这方面发挥到了极致，哪怕是蚁人来了，都要竖起大拇指喊一声大哥。并且有新鲜血液的加入，将此后的剧情又推向了新的高潮。面对黑帮分子的围追堵截，鹰眼无奈允许凯特使用他的弓箭，但他对箭头的功能一无所知，一上来就弄错了，射出粘土箭头。幸好对方的智力堪忧，打开了雨刮器，成功阻挡了自己的视线。即使鹰眼的助听器损坏，不过在打辅助这一块他可是认真的。在他的提醒下，凯特又射出灰泥箭头，看似小小的箭头发生的爆炸却炸翻了火车。正当凯特对剩下的箭头抱有期待时，下一支箭头却只是个揣子箭头，虽然攻击性不大，但侮辱性极强，可这的确没起到什么效果呀。不过凯特很快就会知道这个箭头的大用途，紧接着他又胡乱射出一支箭头，在接触到物体后分裂出大量钢丝抓钩，将周围的东西迅速合拢。表面上看它与粘土箭头有着异曲同工之妙，但细想必定让人倒吸一口冷气。十字路口处，鹰眼让凯特用腐蚀箭头弄坏红绿灯，企图制造交通混乱，阻止追兵。可事与愿违，追兵不但没少，反倒将鹰眼他们堵到了跨海大桥上，手中的箭头也所剩不多。于是鹰眼重写了自己没有高科技的形象，让大家对他又有了新的认知，塑造出经典的弓箭双人打。这一招是复联内战时蚁人给他的灵感。鹰眼将放大版的皮姆粒子与弓箭融合，就这样特大号的穿云箭直击下方的皮卡车。趁敌人忙着扶正下巴，鹰眼冲向对面抢回那个揣子箭头。凯特手持 USB 功能的箭头准备给他们充个电，对方被刚才的穿云箭吓怕，马上原地立正。等知道这就是个无用的箭头时，又气又恨。而鹰眼与凯特早就跳到桥下的高铁上，如今凯特深刻的体会到揣子箭头的大用处。通过这次经历，鹰眼觉得凯特的确具备射箭天赋，有心培养他成为自己的接班人。可接下来发生的事让他打消了这个念头。回到临时住所，鹰眼接到儿子盼望他回去过圣诞节的催促，可此时他没有了助听器，就是个聋子。为了不让家人担心，凯特将听到的内容写在纸上，好歹是蒙混过关了。如今凯特才真正理解超级英雄的不容易。鹰眼也意识到不该让凯特重蹈他的覆辙，但眼下他们要潜入凯特与母亲的公寓，通过家庭网络进入母亲安保公司的犯罪数据库，查出运动服黑手党真正的幕后之人。没想到竟是斯隆有限公司，这个公司的老板却是鹰眼的死对头金币。正当凯特查看嫌疑最大的后爹是否干净时，他竟被强行踢出了系统。而鹰眼感觉到杀气寻找来源，竟被自己的浪人之刃顶住了脖子。原来暗处的人就是凯特的后爹杰克。那么他在这场黑与白的纷争中，到底又扮演着什么角色？